新團委吸得到5倍城市頻道，現在是吳孟川報告新聞。政府將到明年為自主嘅政府處嘅厝主提供一次過15%嘅房山稅回扣，自主嘅私人處厝主你係獲得10%，定行是500元嘅回扣。從明年1月30號起，移民嘅觀光客將到樟宜機場及斯里達機場有影嘅航空公司發出禁止登機嘅指示，以防止不受歡迎或者是被禁止入境嘅人員，以及不符合我國入境要求嘅乘客，登上飛來我國嘅航班。政府到定嘅財政年通過保險基金發放1億6500萬元，協助貧困病患支付醫藥費，比在嘅財政年增加900萬元。去年4月1號到今年3月31號嘅財政年，有將近110萬份醫藥費用咗申請獲得批准，比率是高達 99.9%。光明山普及禪寺表示，目前並無因為洪忠樓和尚紀念等觸電角度貪瀆嘅事件，而發起任何形式嘅條款。光明山普及禪寺到社交網站 Facebook 發布，如車人滿天歸警惕，警方受騙。今年嘅少年里愛心禮物活動正式啟動，受益嘅人預計達到4萬651人。為了更好嘅滿足受益嘅人嘅日常需求，今年嘅少年里愛心禮物包將額外提供1包2公斤半嘅白米，並減少餅乾嘅數量。我國甲馬來西亞本家嘅歷史提速引起公眾嘅興趣，國家圖書館長石江南新天王文件改名新北本家史，開放門票申請1個禮拜以來，有大約4,000人預訂。展覽將點出從未公開嘅歷史資料，甲建國元亨嘅口述歷史。我國總理吳順彩就香港鴻福王大會致函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慰問。吳順彩到慰問嘅新當打，香港市民一向到逆境之中展現出強韌不屈嘅精神，伊相信伊能為動搖伊堅強嘅決心度過這一場慘痛嘅災難。香港鴻福王大會嘅死亡人數攀升到128人，還有200人情況未明。泰國人保追債嘅死亡人數增加到145計，在清城人講嘅是合在地區，清清到宋卡湖就有110人不幸餓人。熱帶風暴新馬子已經是過境馬來西亞，但是另一個熱帶氣壓正到廣東外海形成，馬來西亞氣象局啦，新嘅這個熱帶低氣壓將影響東海及登嘉樓沿海地帶，但是影響力不如新馬子。新聞報告完了。